这里曾经是东南亚最大的吊车厂，台铁的7堵吊车厂，60年代巅峰时期，一天高达4000辆调度车次，这一天依旧忙碌着。到58年我进铁路局的时候，那时候当临时工开始，一天60块的工资哦，所以那时候是钱少，而且又很辛苦。娓娓道出早年的铁道岁月、刻骨与沧桑。那是什么都得靠劳力的时代，客家子弟肯吃苦，所以大量进了台铁。8堵的那个有个宿舍群啊，那时候大概有300户左右，在50几年的时候，300户的宿舍区里面，社区里面有100户都是客家人，而且都是铁路员工。说着说着，王若海突然指向旁边的电杆，当年全得靠人爬上去点灯才能提供夜间照明，这可不只是苦力了。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就是它的电塔哦，不是灯塔照明的，在早期的话是30米高，而且是铁楼梯一直上去的哦，所以呢真的是到了上面真是很危险，而且又晃。眼前电气化火车呼啸而过，一旁自动洗车装备运转着，新铁道的修筑也有机械辅助。那些辛苦的岁月堆叠出如今的进步，让铁道安全能更稳固。我们的铁路的工作呢，就是要做到100%的安全哦，不能够打折扣哦。就所谓的视察愛4呢，照交通規則行。开车要小心，要照交通规则。所以视察愛4照交通规則行。我的工作是守护平安，王若海说着，将近40年了，服务的心就像绵延的铁轨一样，未见终点。视察愛4照交通规則行。視察愛4照交通規則行。